讲到这内阁改组的进度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伫今仔表示，这部长加处长会换超过5个人。那针对罢免结束了后，民进党来检讨，立委郭国文就讲，进前捌因为破发现金和党团总调郭建明有冲突。另外，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在今宣布讲要来选党主席，也讲伊当选了后呢，会定调罗秀燕来选总统。各界持续关心内阁改组的幅度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日头一届讲到，变动名单会超过5个人，佮讲相关的人选还佮伫定选，会赶紧向国人说明。如果是从部长加次长的话，我认为人数超过5人。超过5人，有可能超过10人以上吗？数字不代表一切啦。国安不在我们现在所谓内阁的名单当中，那是府方在处理。传出总统赖清德嘛开始调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运作模式，8月开始每礼拜3的高层会议扩大调开，纳入党团7个头人，互人讲目的就是要让总调郭建明放便权。总统扩大高层会议是希望柯总召释权吗？总统柯总召是不是应该要下台交棒？虽然郭建明已经表示总调的任期是1年，无提早落台可能，不过党内不满的情绪真侪。立委郭国文讲，进前伫党团大会对于破坏现金的议题，甲郭建明起冲突，佮批评郭总调假团性质，佮疏忽别人的意见。林淑芬嘛讲，这届的党团差不多无稳准讨论，敢若下命令，也甲互人恐吓无遵守，就处分还是开除。党团的路线呢，过去呢所采取对立的方式，我个人主张应该换成对话的方式。那谁适合来担任这个对话型的党团干部？这样的人就是适合来担任未来的党团的领导人。绿营有检讨声音，看哪赢？台中市长罗秀燕表态无参选了后，立委罗志强日来召开记者会，正式宣布要竞选党主席。答应当选主席了后，会定调罗秀燕选总统，并支持罗秀燕接任党主席。我当选主席，将在2026年完成县市长选举的任务之后，在3个月内。我会以党主席的身份征召卢秀燕参选总统。我想卢市长众望所归。那每一位有意愿的同志都很优秀。那我也特别谢谢志强，也表达了他也希望卢市长多考虑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。卢秀燕透早主持市政会议，听到相关的询问，笑笑的无讲话嘛无回应。国民党主席伫10月要进行改选，目前已经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可能人选，除了罗志强以外，也包含前立委陈立文、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、中华前馆长杜碧元，一个中常委孙建平。记者采访报道。